分太多层了。76得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讲那不是76吧？喂，好，1、2、3，舒米尔。专辑奖的得主，请发表得奖感言。老师给我的肯定，在第1届金鹰奖创作里面得了最佳专辑奖，谢谢。我要感谢我的团员图腾乐团。 让我单飞不解散，分开赚钱比较快，入围奖项也比较多一点。我要感谢我的制作人阿斌老师，万能音乐，他很用心的帮我做完这张母语专辑，虽然他简介都听不懂我在唱什么。然后感谢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给我最大的金援赞助。 因为要出一张母语专辑真的不容易，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个，可以做母语专辑，做得很像偶像一样。感谢，还有一路上支持我的听众朋友歌迷。我跟你们的承诺，2月记得过完年之后来到我的老家都兰，我们一起成立歌迷大会，我煮菜给你们吃好不好？ 舒米恩，我会加油的。乐手朋友要不要也加油去啊？今天现场直播啊，家里很多家人可能也在看。这个跟舒米应该10几年了，终于让我站上这种台，还蛮开心的。对，就很谢谢你啊，真的。努力的结果。 谢谢大家，支持主力，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支持他，谢谢。待会儿要再为我们表演一曲。那咱们就来跟妹妹聊一聊天了。怎么样？看到这些？